景都必须，流浪安求不知时，上千绝代是国旗，将之前的往事总下对头做起，失去的每一点过去，心中绵绵拉做起。之前这种可能都已经谈那个还有可能还好猪头哈，好猪头文化哈，就是最近展览活动嘛。那哪类活动就不可以用片？这叫因是那个下面会破掉，了解。一片就会手机。客家人的本色。有青多人对参黄贴紙應用有尺度、有規模嘅文化活動，為採參美濃應用細細嘅南部農業小鎮發生，感覺到色彩千難想象。整天野部分如果沒有水的話，就要移到那個，就是明天還沒有水的話，就要移到季底。明天會放水嗎？到底？預計今天晚上就會放。預計。那邊5部怪手在那邊加緊施工啊，就是，對啊，那他們是說，照那進度來講，因為今天晚上可能可以放。沒關係啊，反正我哋所有全部變成開罷工嘅，求罷工保佑啊，發通順利進行，冇落太不推廣。下莊嘅一條水橋係所有美濃嘅後生人在暑假嘅時節最想去搞嘅所在。這黃蝶地就是生態公園的那個規劃，所以他們也就是說他們也搭配這個活動辦一個社區指數，那也等於說是宣示未來就是美濃的一個造鎮計劃會以公園化為主，所以看你們待會有沒有興趣。OK。下莊其中有一段的水圳是直坡，就是水橋出來這一段。那當初我們就是有社區夥伴經過那邊，然後告訴我們說水圳被敲掉了，然後搭上模板，然後我們就趕快衝出去了解狀況。那接着就跟現場的發包單位馬上談。可是基本上孤掌難鳴嘛，社區團體是需要被整合的，所以就馬上要去做社區裡面幾個主要相關議題會關注的團體上面去做一個串聯，然後再用這樣的集結的串聯的聲音，直接去找工作站的站長，然後就是必須就是馬上就要有所反應，然後立刻要做，那甚至立刻就要去找站長來做溝通，然後請他把這樣的聲音傳上去。那甚至必要的時候就必須用到，可能要行文上去更高層，類似這樣的東西都必須現場就做處理。那上一次那樣的談判其實是破裂的，可是後來也導致他們聽到社區裡其實是有一些聲音在關注這樣的空間，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就他們也公部門也聽到了，所以以長期來講，當初他們就開了半年內不再改建水圳的這樣的支票，那他們也有做到。水圳改建的議題，其實我們也開始討論說，那如果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活空間被變得更糟，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變得更好？所以才會導致我們現在在談美濃文化造鎮這樣的議題出來。像大家開始談需不需要作為一個景觀條例，都市計劃需不需要重新增修，然後煙樓怎麼做再生，水圳怎麼樣做改造，那聚落裡的綠色空間怎麼增加，類似這些東西也透過一些事件，相對也會刺激大家新的思考。那所以就是協會只會越來越激動。對這個部分來講，基本上觸碰的議題就是屬於比較生活性的議題。對，所以
防贴纸更加已经变成规个民农镇大家嘅事情。今日梁都长全庄人我嚟乡下听书种路书。我挨冇带个子供嘅啥物？咁自家有教8点半。伊哩个用唔晓得呐。哎呀，阿妹，你看，啊早。啲人種下嘢都係面會正正啊呢，唔等於養殖，一冇種到差唔多種成咩鬼話嘛。種嚟啲黑講嘅嘢係講清楚。哦，因為一比賽唔提名嘅就是5萬元啊，5萬元來只有10批裝備做的。我哋雙倍營業工程提供，20萬元嘛，講要選出20萬呢，係嘛？中國選20萬唔係，人家講晒啦嘛。提名5萬元，你人事做了一家。政工所干的裝啊，也被那个政工所干的裝，我唔見做自己嘛，喂，阿你啊，白手機啊，你是醫生噶嘛？對，那個嘛，啊，自己做的啦，你要啥呀？有啥有我下都冇自工所，真做我點沒錢哦，啥機根本唔係講啊，但係點定？用啥車？在啦，天光出來嘛。雖然今日冇乜嘅媒體來報道，不過總督嘅人當真係有力出力向下來種樹。我老婆啦，重量，重量。我跟你講，老師來，對不起，老師來。老師啊，那個你上來，聲音啊，啊，你送，來啦，送吧，要唔要他嘛？很多人嘛，面嘛，很多人种出外面跑呗。不好，我面看。哎呀，你来，你来。我得进去没有，很多人种出外面嘛的呀，你问嘛没呢？主角不是我，主角是社区。要不要买用？打卡嘅位都辦，你哪裡有？咩？講啊！中華片咯。好。過嚟。要出嘛？啊，我都產業用嘅一條，會嘛？啊，出眼嘅都眼都出。啊，你冇中都冇出啊。冇中我搶中，其中好。我就一般你送我，你沒有帶的呀？好。对吧？官方所有政策不会全部综合的啦，一定会有，就是说出现它官方一定的阶级意识形态，比如它可能比较偏向资本家，或在哪个程度比较偏向某一个强势族群。这同时的话，那就是一个斗争关系啊。比如像台北推水之年媒体当中，像一起水库来讲，对啊，这就变成一个斗争关系啊。那你们怎么定位自己呢？因为有时候你们是执行者，你们有时候又是意见的给予者，你们怎么定位自己？就是个 NGO 啊，或者说怎么定位自己，对我们来讲不是重要的问题啊。而重点是说我们自己清楚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故作断了嘛，就讲。这个俺因为这种政府可能好的政策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扮演这样的一个界面的角色，把那个政策、把那资源设法，就是说拉到地方上，而且让地方上适得其所的使用。不好的政策，当然我们就采取抗争的态度。高雄台北反水库反焚化炉，
2期的那个我们有吗？月光山有吗？看一下。反正我们一定会开放。用安尼家庭毕业以后会留下来，我想要归来吧。其实含迄个想要囤大家就乡下工作，个一方面就讲俺嘛伫遐面农，就讲俺的未来面对的问题很过多，所以无可能就该就目前也拼人一做就做啊到老，所以个需要新的人来嘛，个做研究。规个社会上前对俺的期待越多，需要做的事情就越多，嘛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来，可能是安尼配件之下对来。当然就面对的国泰的嗰种家庭的压力啦，因为伊咧小妹拖啊都太好毕业，个无去寻一份正当的投入，个规来也给嘛给协费工作安尼。以前都经常因为睇下工作咪嘛个正当嘅工作哈。经过好诶，我教伊嘅含迄伊咧就阿爸阿妹嘛迄是有教育嘅啊，就甲伊个歌唱地步，伊个歌唱当中安尼就互相啦，又经过几多沟通，所以含迄安尼就慢慢个经过好诶，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因含迄因为。迄有够好的工作机会，就唔好留下去嘅。譬如讲，我喺富林那毕业的啊，贴医院伫要工作，嗰种对因来讲就相对嘅稳定啦。因为伊个工作係冇稳定嘅。都经常係。也下比起之前更个好。个沙台比起下比有国泰的震动性，差别喺哪里？那个所谓的震动性係哪个意思？就啲一般的工业地位啊，一个工作还係玩票性质的，是短暂的，冇办法本做都退休的工作，我教含迄广告拍个广告简单的，就会无按稳定。阿爸咪有个希望有过来咯，但问题还那样会上啊。啊讲，我曾经去想过，阿爸咪做嘛要有一种心态，伊咧原因吼，伊种东西都本来咧咱们他一种心，都讲心度的一种那个挣扎。伊挣扎的样嘛，都讲，我相信唔会有阿爸咪，还没好讲一次间七家一种资源吼，全部夹出去啊。总希望都留在身边，但做妈妈也比呢希望都讲，你最好去到一言的都市地区，因为高有发展，唔好留喺自己家乡家子下落晒。因为做我嚟讲嘅，系啊，各种嘢嘛东西。啊，甲伊安尼咧，咱们生存，作为一个乡下，一个农民咧，咱们生存的一种悲情。好，我哋台湾版说天本人嚟高兴过啊。好，唔系冇土树痛唔死法，以后都抢廿八样嘅，去出去做田做工，去做农，去本日头西。伊安尼咧，咱们太自我否定。都我哋讲，基本下咧用一种社会因素，都面啊，都讲做嘛个。作为一个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就是都讲按本人考唔起嘛，都讲因为一考唔起都连因为七家本身都考唔起七家，吃我非听咩？他们自我否定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嘛，对呀、啊。那现在所以呢，也希望说，刚才七家爱后头冇刚才相同啊。大家因为咱们台的生存那个悲情啊，系啊，嗰个基本一泰国唔得鼓来，突然讲唔得鼓来，鼓来农村。讲咧，古人农村是条路，学生啊，爱叫啊都脱头毕业，脱研究所毕业呗。唔捌古人农村，刚爱穷下来是条路，喺农村做农啊，甚至讲都，喺家乡做下的，本人因为那时候规模发展的一个事情，
一定有可能要认同的咯。做工做无，明年前日17文立用嘅主意，等佢嘅客家嘅海上集體，看嘅那個引導環境啊，大概半個月時間啦，那個這個多少年過幾天，其他嘅人創期啊，人這個年過佢哋講用，大家按上下其他嘅排嘅，啊過幾年，嗰啲政府嘅人創嘅營辦順利，就會幾啦。因为4号，因为都不是这首吧？所以那个条件嘛，然后一些时间哦，因为那个语言哦，比如话那个过年然后麻烦那个过后上呢，用本演错哦，用本那个北河北呢哦北错哦，我做。
伊连返乡的后生诶，在野外个等讲压迫之下吼，变成真无奈啊！哦，做阿妈个都不是问孙的讲啊，哎，干用兵书加了研究到今无多正义咯，无一条路，无条无路咯。哦，嗰种在农村工作做係一種生涯一樣嘅吼。基本上文化工作者的收入都蛮低的。那你们有看到这边，其实很多位都是硕士学历，不过在台湾的 NGO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你必须要选择你是要做你的理想性的工作，还是说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就非得现在做不可，这是一种趋势。其实今天演唱会最棒的地方是看到一大群的后生来在前面听歌，就让我想到我大一的时候，就大一刚加入后生会，也是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交工乐队的演唱会，也是一大群后生在这边听歌，一样的热情的呐喊，对，让我很感动。这么小，没人跟你讲，签这里啦，那这样给我了，签这里。什么时候要用的花瓣？明天4点完之后，我们要就是象征性的黄蝶一样，把它撒到河里面去。所以你们现在一开始把它当成黄色蝴蝶。对。跟到现在还愉快吗？非常愉快，而且跟他们可以学到好多东西，而且认识很多人。可惜。比方说你学到什么？现在？布置啊，像那个静态展啊，他们就学到很多布置的方法。你跟了哪些部分？这次？就静态展，然后这边而已。对啊。你们后生会有分工吗？有。跟着大哥大姐做这样。对。就是后生会让我认识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对，其实它是很亲切，尤其。像我在台南读书，我就是要离开，从美浓要去台南读书，大概1-2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只要一看到美浓站，会觉得好亲切的感觉。像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到外地读书了，在凤山，可是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对，那时候美浓对我来说已经，对它就是已经有一个被切离的感觉，对。那个志忠，我要怎么介绍你？我也不知道。就那个学校嘛，工业工程与管理系，是吧？对啊。原治大学，资源大学哦，没有啦，你干嘛？你很奇怪哎。4年级。对，一定要4年级啊！要从1年级就开始参与后生会，2年级吧，因为受到姐姐影响。是，耶！水陆丰容。
黄蝶，美浓双溪是黄蝶的故乡，也是我们美浓人的故乡。在这个大自然的天地里，有树林，有竹子，有山猪，有花鹿，有鸟类，有昆虫，当然也有蝴蝶和我们人类。大家共同在这里快乐地生存着。虽然万物不免相生相克，至少在这片天地中，各有各的空间。自古以来，大家在这生活，各取所需，安乐自在。10几年来，工商业发达，为了创造财富，人类侵占了万物的生存空间，树林被人们过度砍伐，野鹿、山猪没了，虾子、螃蟹没了，原本千千万万在这飞来飞去的黄蝶也会消失。我们今日才知，生命中失去这些朋友，人类会感到孤单，天地也会失去丰富的色彩。过去8年，我们每年举办黄蝶季，种过许多铁道木与长穗木，希望黄蝶快快归来吧。今年我们再来祭黄蝶，重新宣誓，我们会学习尊重天地间所有的生命。归来吧，黄蝶！献花，愿此花献给所有黄蝶出谷所有生灵。1、2、3，献！有缘必归来。看你比啊呐！哎呦，那你比啊呐？接近比啊，咁用去上去參加？你面容人都用參加？冇意見。愛香啊！你冇位時間嚟聽書啊，最少係參與啊。然后呢？本来要用种子货币，你知道吗？可是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么多种子，所以现在是用印章代替。那你跟燕珍讲，听到了，有听到了哈？我只听到跟我讲而已。用印章代替种子货币。啊，你有那个卡吗？他们有、就是印在他们的那个闯关地图、探险地图上。哦，刘仁贵过来。耶！哇，好香哦！它身上不会，它跟着它长大，它一定要脱皮才能长大一次，对，才变1厘，生出来就是1厘，脱一次皮变2厘。它脱几厘？大部分都是4厘，脱4次，然后都5厘。嘿，每一个蝴蝶都不一样，有的时间都不一样，有的2个礼拜。啊，像那个蛋黄蝶的话，不一定，它都天7天。喂，麦克，不行这样。像我们这样的话，借由这次展示的话，你看刚才很多小朋友看的话，他对生态都会比较了解。那现在了解，他就比较会接触到，以后就会对那个生态的保育观念的话，就会注重。啊，这次的话，发现很多像年轻人，像我们是解说志工有好几个，像下一代的年轻人的话，后生的话，他们对这个美容就比较会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关心美容的火网的存在，关心美容的发展。所以说，像爱香先生办这个解说志工的话，应该对后生的影响会比较大，等于是会比较容易，因为经过探讨美容、接触美容以后然后就会比较爱美容这个地方。所以下午的活动全部都取消了。只有水晶取消啊，厉害的。哇，多地方多里面的啊。
秀一下美丽的屁股。脱掉了。加油！原地打！那个拉高一点，会受伤。等一下，我给你心理准备，3、2、1，我们就下去。跑滴滴的，会怕抱着我，好吧？预备，预备，好。出发！哎，大哥，我知道你是谁呀？快点啊！你跟我们一组啦！快点啦！帮我拿你的包包啊！我要这边重量冲走了。去看咖啡啊！它一个很细一点嘛，很多很烦的，这个后面呢，走开了，真是哦。所以我要考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是酸辣汤，泰国的泰国海酸辣鲜汤，海鲜辣汤，泰国叫冬阴功，最有名的才是。你是哪一国的？他是香港，沙他是美容幼稚园的媳妇，对，是我们家邻居，他在门口就下午在里面，这样是好邻居。好，谢谢味道。你要记得拿还我，这个我跟人家借的。懂了的呀。面濃嘅老人家用唔出嘅講嘅，你要講客家嘅，後生嘅講嘅你咩？跟同埋講，唔係唔學客家嘅。點樣啊？跟夾同會同講係咪？會啊。假如嗰時候唔係嘅。應該啦。跟唔見有時講客嗰度啊，講嘅你嗰度。唔過我該會出來咧，跟人哋嗰度姊妹啊。接触跟很多姐妹们接触，是有些他们不同的地方来，我讲客家话，他听不懂嘛，所以用国语。出去演讲那些都用国语比较多，客家话比在美容大部分才用不到这样子。如果遇到印尼的朋友，可以跟他讲客家话。印尼的，因为印尼都大部分是印尼的客家人。哎，比如说北部下来的姐妹都需要用国语了。100块，100块开果饼，这个是果饼1片而已，然后木瓜棒的很小块，所以尽量买哦，拿它过来。买啊，如果你会做啊，无所谓啦。辛苦了，从到美容之后就。对，对，所以又不正常。对，会吃很多。作为一个客家社会哈，其实买一种呢特别的形象，那个乖，好莫反抗，各位就家人哈，做人呢好的性格，好的模样。安尼过程其实都一般人对所谓客家社会特定的期待和印象嘛，甚至这个客家社会在台湾社会，因为人的失望，因为人的能力哈，所以嘛得到普遍一个好的一种好评。我从反过来看这个，那么看到同时一种文化对一个社会的压抑性。那种压抑性，就讲可能什么而出现，而提个家属地方先牺牲去讲，再来就讲以作为一个维系规个家庭呢，再生产一个机制呢，以也角色扮演相对吃重，相对就讲没休息的空间。所以第二反思过来就讲，人家为让看爱，可想而知讲，可能俺们没。只有一般的呢，人的期待呢，可能嗰度批判，可能嗰度上映出来，上映出来，唔係講委屈噶，係你講到，我哋過去好幾下推一種客家風，甚至這個對老百家來風，其實某種時候而有一種社會的對話同這種性別的認同。
讲一种性别认同，假使讲冇凸显出来，只有反向啊呢客家一种社会哈，还有一种压抑的一种归父权式的一种东西。生活体过程中冇法度解放。每个人也讲必须认识到一点，甚至付诸于行动。讲只有透过我们一种行动呢，使得一种平等的关系哈，可以改变过去人家对我客家社会一种污名化的东西。譬如讲，人都认为讲客家男人应该大男人了哈。我的客家社会相对还能够压抑女性，只有透过一种行义推演呢，慢慢的认识自己，他要争取一种平等的过程中，改变俺自己生活的最好谈生活的态度。所以，你头头问的问题当然有读到，当然嘛还有过很长的挣扎，甚至不谅解哈，有很多的亲戚觉得说，可能已经冇好无药可救的，这些都有。可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试图就可能挣脱过去一种捆绑的这种过程，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们新的年轻人反省到说，我们跟以前是不同，可是不同在哪？那我们要争取的是什么？那通过这争取，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有平等的社会？这也是我们在这边想要实践出来的东西。你看我说，你看我都不怕，冰死人了。哦，干头坏了。你在干什么？你就看我躲在旁边了。我们躲在后面要进来，很讨厌的，真的。黄节记啊，过钢车他给他称数，然后大家都不辛苦啊，这么付出。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了，有那个我们这次培训的我们杰出的解说员，请举个手。然后那个有机米的生产者，有机米的生产者啊，你看今天还提供他们的这么棒的有机米，然后帮我们让我们吃到这么棒的，所以大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可以细细的品尝我们这个米这样的我们翻的美味哈，大家来吃出感动。股票即将发售，敬请期待。感谢我们的体搜狗还有文静。等一下那个饭慢慢吃，多嚼几口啊，用嚼的，很香啊，多吃的，好，大家慢慢品尝。我认为含了伊个人，迄啦伊个人规定人食的伊个地方，各位他家就做在乡下做事情的一个地方，当然后山后水就唔是在道东的，真是吗？其實最好的就係咱哋家鄉那種好自然的環境，有山啊，有水順好了，其實喺個就一種隨時就可以進入到這個山裡面，或是你到水度都高的地方。就講一種其實係在一個可以慢慢的去體會、去品嘗睇下片生活的一個地方。而可能對嗰度觀光客嚟講，唔係。可能每個過唱過好了，人喺個講的地方，但是對我哋喺呢一片人嚟講，係在一個清好的地方，人過好，山嘛過好，水嘛過好，呢個地方。免不了，對我來說，作為中里河的美濃，或者一個可能是有中里河的足跡的
一个地方，我好像在不断的自己构造这个地方，从他的作品，他的小说散文是我的信息，我的材料，我来这边就构造我自己的美浓。其实很长时间还是属一种理想主义样向哈，那种理想主义简单来讲，它讲有一种社会的正义感，够追求一个够公平的社会，甚至人不应该有等级歧视呀的社会。以前属于一种启蒙够长地方，我会怀疑。我有各种七情六欲，这个我可能一个有茶想法啦，有那个啦，甚至这个一般中产阶级个想法，我哋嘛各想的高嘛。一种东西都提高有地方，可能会容易达到这个，可能有太好病呀，它更容易有一种物质上的满足。其实这东西都不能是一个终点，人可能就是什么是一个终点，还是在这个太过一种原始的那种理想主义，我想那个一种构长地方会慢慢的形成你的价值体系。这价值体系是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辩证，甚至这个过去人的那种实践的基础上，慢慢的积累下来的这种，我觉得是内在的一个精神世界是比较稳定下来。太多人还是会选择主流的价值上面去，那有的人就成为说年轻时代的一个生命的注脚，说曾经反叛过，曾经他讲做过一点东西。不过我自己觉得说，已经要迈入40岁了。我觉得，前面10几年的时间，都在这样不安、这样子跟欲望的搏斗，甚至这个比实践反省总样的航海。我觉得就是说，未来要选择，假设有20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创造一种可能性。这个就一下流行这个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可能的哈，还没有一种时间想讲可以透过各种可能性来达到的呢，